在地新闻继续要来讲，所有的交通方式、交通站内底都是坐温站，这个空气中有害的喷粒啊 ，PM2.5浓度上悬，尤其是入站的迄瞬间，浓度会瞬间来飙升。另外，真侪人会挂喙罨来防 PM2.5，但是倒一种的喙罨才会当发挥效用呢？来看这个报道。 有时候会有那个味道。进入你的血液循环之后，它就可以全身到处去，所以它可以影响到你所有的器官。这是你想要比，嘛无法度比的温馨杀手。PM2.5哦，因为这里头比较闷，应该是这里吧。 坐温站人来来去去，咱普遍认为室内空气品质会比室外好真多，但刷来这个实验可能会推翻你的观念。这是台北医坐温站出口的，当看到微粒啊监测器顶面数值停留在47左右，进站进前下降到33、34，较低空气品质管理法规定的标准达35，咱向下面行，数值是愈来愈悬。坐温进站瞬间内一路升悬到81。你在捷运的外面等的时间不会很长，可能3分钟、5分钟你就搭上捷运了。可是你在捷运里面，尤其是坐比较长的，你到淡水线的话，你可能要坐1个小时。所以咱行入车厢，坐温开动了后，数值慢慢降低，上加落在38左右，不过也是超标。我的感觉就是说，我们的捷运的车厢里面通风换气还要再加强，而且它里面必须要思考要不要去加装所谓的空气清净机的一个设备。 同时间，咱嘛针对政府专大式的外台门的坐温站实测，数值只有45左右，明显低真多。另外，通勤族经常使用的交通工具，像公车，数值只有19，在安全的范围内，就算是机车，上悬嘛只有50。虽然出游的时间、室外风力大小，拢会影响到检测的结果，但是坐温进站这一瞬间的浓度数据啊，会对身体造成偌大的危害呢？空气污染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危害。 有70%是贡献在心血管上面，好，包括脑部、心脏跟脑血管系统，其实是最大的受害者。针对这个问题，它可以做一些措施来改善，包括它定期去清洗它的轨道。我们也希望它能够加强通风换气，然后换比较好的滤网。 空污侵蚀民众，人人自危。像这种 PM2.5专用的喙罨，为什么会当有效的防霾呢？咱对生产线找答案。 PM2.5，它最大跟医疗口罩不一样，是它的密合度，整个料架、整个设备的一些联动，跟传统的设备跟制作工艺是完全不一样。PM2.5口罩跟一般口罩最大的不同，就是必须在制成中加入这么多道的滤网系统，才能有效阻隔悬浮微粒进入人体。 透过超音波滚轮甲布料阿兰底印做伙，剪裁了后形成立体喙罨。经济部漂检局嘛伫2017年公布国家标准，由强到弱将喙罨分做 A、B、C、D 4个等级。A 级的当防护350秒以下的环境，若是 B 级的是230，C 甲 D 分别是80甲70。民众会使依照着环境做无同的选择。 只要说媒体或者广播有在报说，今天是紫报，我们就会建议说是带 A 级。然后如果是红害或者是橘色提醒，我们就会建议说是带 B 级。根据美国研究，每增加10秒的 PM2.5，就会增加8%的肺癌死亡率。每天上下课、上下班所需的每一口气，拢有存在死亡风险。